前途暗淡无光。有一天，耶稣定恒受抚摸，就这样，生命变换一新。这古旧十字架使我改变，不再有忧伤、痛苦和失败。我将永远赞美他，赞美他。十字架使我完全改变。我也相信那山冈名叫哥哥他，我真相信，我永远相信。当岁月渐渐消失，世界成过去，我仍然依靠古旧十字架。我相信那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，有能力使我生命改变，因他使我全改变，新生命在我心。十字架使我生命更新。我相信那山冈名叫哥哥他，我真相信，我永远相信。当岁月渐渐消失，世界成过去，我仍然